長天茶藝隊茶藝比賽正式開始。今日我哋所演示嘅功夫茶當中所傳承嘅，正係人與人之間不分彼此嘅和樂精神。相傳從明朝晚期逐漸孕育成型嘅功夫茶藝，用嘅大多都係岩茶同埋鐵觀音。後來輾轉傳到潮州，由於潮州鳳凰山盛產被譽為茶中香水嘅鳳凰單叢，佢漸漸成為咗當地功夫茶沖泡嘅主要茶種。喺單叢嘅產地潮州鳳凰山，一株有一株嘅單叢樹，為天地同人帶來咗一份清香。
茶香4日，茶藝師已經準備為茶客分茶。首先係關公巡城，然後韓信點兵，當中無分彼此嘅心境，至為關鍵。呢一個和字，正正就係功夫茶嘅精髓。一點一滴，一點又一滴，就俾你我嘅身心靈都為人間奉獻傾盡，直至到最後，俾我哋因茶相聚，俾我哋因茶清心，更加俾我哋因茶和樂。談笑間，忘卻人間得失，快意人生。今日能夠與各位相聚交流，呢一份和樂嘅心境，先至係傳承過程入面最核心嘅精神。無分身份得失，喺呢一方茶嘅天地，我哋暢聚品茗，就俾呢一份人和嘅心境，繼續一代又一代咁傳承落去。後面嘅掛軸係陳香白老師嘅墨寶，傳承呢兩個字係寓意功夫茶傳承不息嘅精神。功夫茶，功夫傳承，手中人和。茶藝表演正式完結。謝謝。